泰铢集团涉嫌国际诈骗，伫台湾设立公司。台北市政府清查发现，讲这台湾的员工呢有23个人申请失业补助，强调最后敢要来核准是要由劳动部劳保局来决定。那劳动部长洪新汉今是强调，若准有违法的行为，因这补助就请袂过。 甘宝济泰铢集团涉嫌跨国诈骗，也伫台湾设立公司进行洗钱这不法行为，互检方家伙提跑车扣押起来，冻结大约45亿资产。公司倒去了后，有员工向台北市劳动局申请失业补助，引发注意。对此，台北市政府清查诈骗集团伫台湾的员工内底有23人申请失业的补助。 参加劳保的员工总共有303位，大概有23位来申请失业给付。我们的就服处只是受理能不能核发、怎么核发，其实是由劳保局来做最后的决定。对此，劳动部长洪新汉强调，会依照申请人的事实状况来做认定，查证若违法行为的无度清领保险给付。劳保局是强调以部长的讲法为依据。法律的行为如果违反禁止规定，或者是违反公序良俗的话，均属无效所以就会无法清领。从那个失业的原因来看，应该是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的，但是重点是他是不是有实际参与这样一个违法的行为，我觉得也是要从个案来做认定。 依法失业补助清领的资格限定是非自愿离职，离职前3年保险年资必须满1年以上。伫向公立就服机构登记就职了后，14天内底无度推介就业，也是安排职业训练才会再申请。给付上长是6个月。虽然洪新汉认为有违法行为，就无度清领给付，不过法界无同看法。太子集团它本身经营阶层犯法是一回事，但他员工去投保劳保，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他们是共犯，那个是他们刑法上该负责任、给付的要件，这个是行政法上的事情，这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最高司法官的资深律师认为，司法上的刑事犯罪无应该甲行政法的失业给付难斗阵，因为申请的个案无一定知影讲公司做犯罪行为，而且若有投保的事实就申请的条件，法治国家无应该难斗阵来讲。伊有泰铢集团涉嫌诈骗，员工申请失业给付，社会观感无好。为了查清楚这相关的争点，劳动部这礼拜邀集台北市劳动局开会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